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日头赤炎炎，天气是有够热。今仔日全台湾有4个县市拢来发布着柑仔色的灯号，因为真热，所以有袂少的骑士骑机车停红灯拢无照步来，拢会闪日头。也毋过安尼闪是真危险哦，真会造成追撞。警方嘛表示讲，安尼闪安尼停车是违法的，会开单哦。 早起过10点后，南台湾的日头都已经热情甲好人挡袂牢啊！骑倒摆人拢爱晒日头。头前这条乌倒摆挡店停伫边啊，搁行几公尺，另外一个骑倒摆停伫公车的专用机。倒手边这个直接连人带车停伫大路中央，骑倒摆袂顺利过关共款，迄若无说字，真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。不会想要那个躲在阴阳处啊？当然会啊。 防晒啊！你应该是要往前骑，不应该停在路中间啊。对啊，你这样突然停下来，后面的人如果没有注意到，就撞上去了。依照中央气象署的观测，今日全台有4个县市发布柑仔色的灯号，气温上悬的超过38度。另外，高雄、花莲、甲台东是黄色的灯号，气温嘛有36度，体感的温度恐惊会超过40度。也就是为透早开始，天气就热到互人走无路。 果然，日头遮炎，到桥倒摆人停红灯的时，专门选伫较凉的所在，离路口有60公尺远。看另外一边的路口，有桥倒摆人拢站伫大路边啊，停伫较凉的所在，是讲警方提醒大家，临时停车停伫红线、公车牌啊、甲珠化线等等，已经违规，会使罚300至1800块。 万一骑乌倒摆人看到较凉的所在，向挡店停伫离路口几啊公尺远的所在，上悬会使罚24000块。这热的天气，骑乌倒摆真辛苦，也毋过嘛毋通为着要避日头来违规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